最近有部電視劇叫做《長安的荔枝》熱播緊啊，睇過未啊？荔枝品種多達200幾種，唔同品種嘅風味差異梗係好大啦。於是就有咗一個千古難題，到底邊種荔枝最好食呢？其實每個品種都有個自己嘅擁躉。今日我喺度唔講邊個好食，而係同大家介紹我哋經常見到嘅幾款荔枝嘅樣同埋口味，因為唔同品種價格差異好大。桂味嘅感覺手嘅唔係好大粒，表面有刺，食起嚟有桂花香氣，又爽又脆。呢隻係大嘅，好多人中意食嘅糯米糍，圓揼揼，好光滑，唔吉手嘅形狀橢圓形嘅，口感就好似佢名一樣，但係啲糯感，佢肉厚皮薄，個核仲要細，嗰度得人中意。先進鳳呢個係而家一種高級嘅荔枝品種之一，原來就產喺增城仙村嘅。佢嘅刺就比糯米糍多啲，又冇桂味咁多，紋路比較開，皮好厚。正因為佢厚，呢啲可以擺1個星期室溫，佢可以擺10天。佢咬落個口度肉又厚，核又細，同時又有桂味嗰種香氣，加上比較甜嘅口感。仲有一隻妃子笑，佢摸落去又冇似桂味咁，冇佢咁吉手，比桂味大啲，個皮係又紅又青嘅，佢冇桂味咁甜，有啲酸嘅。荔枝好食，唔好貪食啊！